来继续来到高雄，一个53岁的男子带入去主管一间护理之家，家属伫4月中旬突然间接到通知，讲这男子往生了。调这个监视器发现讲，外籍的照护员硬甲饲饭，饲甲隔着，才通知护理师来抽痰，最后也是不幸来往生。家属质疑护理之家无及时送病院有疏失。照护员是来澄清讲，当天有打电话给家属问讲是毋是要来送病院，是家属家己讲，等因来才决定。另外，卫生局嘛查出讲，这个护理之家的照护员并无护理人员的资格，所讲抽痰已经违法了，相关会当判3年，罚款15万。照护人员发现，倒伫咧病床顶的查甫人是真无爽快，看情形是若来若无对当，叫护理师赶紧来给抽痰。不幸是，这个住伫咧护理之家的查甫人，到尾嘛是往生。家属指控查甫人3月份住伫咧高雄主管这间机构，本正4月17要接伊转来，不过转来前一天所形容过往。他说：“那为什么没有帮我们送医院？”然后他就说。像这个情形，他们护理师的经验来讲，还没到医院的话，人就已经那个 OK 了。家属讲，请检查掉监视器画片，发现有一个照护人员迄天替抽痰掉后盖饲食，不过过程内底查甫人有2摆想要吐，服务人员嘛是继续硬盖吃。他就一直不吃了这样子，外劳又把他的脸给他转过来，又给他喂2口，喂2口之后，我哥哥他的头就开始慢慢的往上扬。家属看到影像，查甫人加着头加悬悬，护理师来给抽痰，到尾嘛是不幸断开，指控机构有疏忽，佮无赶紧给送去病院。我之前签那个合约的时候，我也有跟你们说，他万一是真的直接断气，我不要他管。可是他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。第一时间就是要帮他送医急救。不过实际回到这间护理之家，照护人员冇回要讲。护理人员也有就做紧急处理，那也有打电话跟家属说，就是要送医治疗，但家属就是说要等他们来再做决定。那因为家属之前有签署就是放弃急救同意书，所以我们就是也是尊重家属。机构强调，今嘛配合司法的调查，不过卫生局出手，确实有发现过失，违反护理人员法。未取得护理人员资格执行护理人员业务者，最高裁罚新台币15万元以下罚金，并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卫生局讲已经终止和机构签休喘合约契约，相关事情卖依上司法侦办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